記唔記得4位？好似唔係好耐啫，係咯，但係其實應該係好耐隔咗，好似唔係好耐，一年隔咗一年嘛，起碼啦，呢呢啲就係家嘅感覺啦。冇隔膜啊嘛。因為家人咧，可能就譬如如果真係新年先見一次嘅，但係都係覺得嚇唔係好耐，即係冇乜點見啦，係咪都仲係咁可愛？係咪咁靚啫？係好咁啊，首先又恭喜 Cherry 啦，知道你《憑幸運角》呢部電影獲咗個最佳表演獎，係咪？仲記唔記得當刻收到消息嗰個心情係點？好有趣嗰一刻，我就同我嘅家人一齊喺出邊，即係食緊飯，跟住等緊雨停，跟住之後話我哋攞到獎啦，好開心啊！咁樣我仲係有少少我攞到獎，即係未反應過嚟啊！跟住我同佢講，而家同媽咪一齊嘅咁樣，所以有少少似同大家喺幸運角入邊嘅合作一樣，就係嗰樣嘢係好日常嘅家嘅感覺，而都好開心就係喺世界各地咁多唔同嘅影展啦。咁我哋一個即係講真係真係粵語。唔係全世界嘅人都會識講識聽嘅故仔，而且係好似看似平凡，但係其實係平凡中嘅不平凡嘅一個咁樣嘅故事，都可以喺世界各地嘅唔同人嘅心靈度有一種觸動，有一種撫摸，有一種釋懷。咁我覺得哇，原來呢個就係即係電影嘅魅力，亦都好感謝婷婷導演同埋我哋一班主創一齊好真摯咁樣去完成呢一個演出。即係一定要問下你嫲嫲啦。今次我知你哇好犀利，第一次拍電影已經好多掌聲，頭先啲觀眾話做得好好啊。係啊，你自己睇完套戲，你自己俾自己幾多分啊？嫲嫲100分。100分。因為最緊要咧就係獲得知識，家園係咁可愛、咁幸福、咁美好，就係威水。呢個生活好健。拍攝嗰時有咁多年輕人喺側邊，係咪都有冇入？但係咁多年紀啫嘛，我哋唔係真係如果你咁年青，心境開朗，我哋添啊做。又之後想問婷婷導演啦，今次就揾你譬如Cherry 啦，係咪子墨咁樣，即係都係來自唔同地方嘅演員啦。咁其實點解會揾到佢哋嘅咧？好想邀請佢哋參演呢部戲。我諗應該係上一世我做咗啲咩好事。因為其實除咗真係除咗演員之外，我哋幾乎成班主創咧都係好，我覺得應該係話大家都好想去探索。而同時間其實我哋又同長輩係有一個連結，咁呢一種咁樣嘅團隊其實喺創作過程當中，我係最 benefit 嘅，而且即係頭先講起嗰個攞獎咧，我記得嗰陣時喺美國啊嘛，然之後佢哋公佈嘅時候，我係跳咗起身，然之後係真係好多謝在場嘅係咯，在場嘅觀眾同埋評審咯。咁你話子墨啦，今次係咪你第一次喺澳門拍攝電影咧？嗰個感受又係點？對，講國語可以嗎？可以，說國語就好。第一次在澳門拍戲，真的是很特別的體驗，然後也是在第一次在澳門待了那麼長的時間，然後非常非常喜歡澳門，因為剛好是我們那時候拍攝的時候，基本上澳門沒有那麼多人，就是那是我可能再也不會體驗到澳門是這麼少人的情況下，然後可以真的很專注在這個城市裡面的所有的文化，然後跟感受，然後跟所有的導演啊演員一起，是創造了一個不會再擁有的美好的回憶，我真的很開心。你還記得導演在現場是怎麼樣的嗎？哇，因為我跟 Cherry 的戲那個是戲中戲，然後也有跟其實也有跟媽媽一起也都有一起拍，然後。導演哦，就覺得導演很溫柔，因為是他自己的故事，是導演自己的故事，所以其實導演都會跟我們講一遍他自己的感受，然後讓我們在就像他說的 benefit，就是我們有自己創作完之後，他會再給你一點點 feeling，再給你一點點感覺，然後我們可能會做得更好。對，所以其實有很多 moment 都很 magic。我覺得就像是在工廠裡面，在劇院裡面，然後在澳門的所有很漂亮的景，我都有一種我好像穿越到了過去的感覺，就是很神奇。對對對，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神奇的一些，其實我對我來說是一些很神奇的拍攝體驗吧。
自己會不會期待再次合作？會啊，當然 of course。再次合作，再次合作。對啊。即係子馬啱啱講得好好，即係導演其實咧，你同嫲嫲真實嘅一個故事嚟㗎嘛，come from 即係啟發。咁你自己呢套戲可唔可以話都係你送俾嫲嫲你嘅一個情書咁樣？可唔可以咁樣？其實可以講話係嫲嫲送俾我嘅一個情書，因為嫲嫲走咗啦嘛。咁當我掛住佢嘅時候，其實我發現，咦，原來都唔淨止係我掛住嫲嫲，其實可能好多人佢都。其實尋日咁啱做海報嘅同事，佢會我揸車，因為我哋print 嗰啲海報咧，然之後等佢去再 proofread 一次。我揸車送過去，然之後揸車走嘅時候，佢就 send 咗個 message， 我好掛住嫲嫲，佢自己嫲嫲，即係其實就感覺到原來係佢俾我哋嘅。最後有想問多少 Cherry 啊，今次你飾演嘅角色，即係咁一定係你同導演同埋演員中間有好多溝通，你可唔可以話可能會係你最了解佢嘅人喎？世上應該哇！咁我感覺婷婷有一個好美好嘅家庭，所以但係我同婷婷之間即係好榮幸，即係我哋之間嘅友誼係可以 last 到好耐，而且其實我琴日啱啱飛翻嚟啦，咁我係喺一個劇組度，即係拍攝完阿薩科啊，中途都即係婷婷又咁啱佢旅遊，跟住就係咁啱都勁巧，我哋就喺同一個地方，我哋又可以相遇，我哋成日都會咁樣相遇，然後包括幸運個拍完啊，即係拍完即係中間呢段時間自己走影展，其實中間我都會突然之間可能會同你講我又感受到當時呢個故仔入邊嘅嘢，因為呢啲故仔入邊嘅嘢係你經歷嘅嘢，而我同你有類似嘅軌跡。跟住就會分享好多感觸俾佢嘅，點解會即係好多嘅 feedback 俾我，好難得啊咁樣嘅，即係真係家人咁樣嘅佢。好有收穫啊！另外又想問多少子馬，我知道你最近咧台灣嘅電影咧《陽光女子合唱團》票房好好啦，係已經台灣市最好票房嘅電影啦。你自己近排咪都忙碌幫唔同嘅電影宣傳都有嚟香港。這是我第一次同時有兩部電影在香港上映。哦，對，那真是緣分啊！今天又在。新宇閣，然後跟陽光女子合唱團，然後是以兩部很不一樣的類型的電影。然後陽光女子合唱團現在在台灣票房非常好，快要4億，對，所以接下來3月也會在香港上映，但現在好像是也有上映，現在是1週1次的特映。對，那好像大家反饋都很好。對，所以大家希望可以看完《新宇閣》之後，再去看《陽光女子合唱團》，對，一起看哦。對，最後問晒4位嘅每人可唔可以俾一個新年嘅願望？因為農曆新年就嚟到啦，嚟緊新一年有咩想做嘅目標或者有咩祝福？係啦，不如 Cherry 先。我先啊。新年願望都得。新年願望，開心健康係好簡單嘅，但係就好似《幸運閣》入邊講嘅內容一樣，其實家嘅感覺雖然係最簡單，但係最開心、最健康。同屋企人一齊度過呢個時光，係咪？開心健康嘅一年，希望大家都擁有。多謝。嫲嫲咧，新年願望有咩？最緊要身體健康，長生得好，死得好。咁我就好快樂，行得企得走得，因為我已經80幾，係咪所仲冇幾啊？我哋見到你就開心啦，開心。真係好笑啊！好，最緊要健康，一齊係啊，大家一齊保護自己身體健康。導演咧？我就恭祝大家一馬當先，係因為咧創作呢個過程，我發現咧奧利咧之前其實有好多嘢佢唔夠膽嘅，咁但係我覺得今次我哋一拍攝完之後，其實我哋係面對咗好多脆弱啦，面對咗好多以前我哋可能未必肯承認嘅嘢，咁當我哋面對咗之後，其實我哋就好有勇氣，而家內在就有好多 power。咁我都好希望大家睇完之後，其實就有呢個勇氣同埋可以面對一切嘅能力，然之後一馬當先。多謝你俾呢個力量我哋。最後子馬啦，子馬有咩新年願望？新年願望希望2026年可以活出更真實的自己。非常之好啊，好感性嘅時候，好多謝大家，希望我哋今晚上映順利，加油！好 ，Thank you。首先多謝各位觀眾，我係澳門導演黃婷婷。呢一個戲咧係我嘅第一套電影嚟嘅。入面有80%咧都係澳門電影庫。
咁我哋嘅crew 嘅 mentality 咧係好似家人咁樣。我哋居然喺好少 budget底下，我哋拍咗34日。咁喺個過程當中，我更加覺得似係一個新嘅電影方式。我哋唔係好需要大家去趕時間。咁我頭先都想藉住，因為個 credit 上去嘅時候，我就見到其實真係個 credit 可能你會見到有新濠影會贊助，其實佢當時係贊助咗我哋嘅房間。咁有好多唔同嘅頭先都有講到啦，可能係一啲電影公司，可能佢哋都係喺入面度幫手做咗某一部分嘅例如發行啊，或者係會好似你見到有國帆電影工作室，咁係《流浪地球》個導演佢哋嗰間公司，咁佢哋都係因為聽到話係拍親情，而且係新人導演，所以佢哋就投咗一部分咯。咁其實計埋個資金都唔係好多嘅，不過就喺呢個過程當中，我自己覺得似係阿嫲俾我嘅禮物，因為咧我就同奧利一樣，其實喺10幾歲嘅時候咧就已經好想做電影。咁個過程其實就唔係，因為我其實冇乜慾望，我又唔係好想名利啦，我淨係想拍一啲好真實嘅嘢。但係講關於阿嫲嘅呢個故事咧，幾乎所有監製都話俾我聽係冇票房㗎喎，我哋可能好難投你，咁就所以喺一開始嘅時候其實就放低咗好耐咯。但係阿嫲嘅生活係一直都 keep 住有嘅，咁直到我哋真係開機，然之後去到發行嘅呢個過程係確實唔容易，所以好感激在座其實都有好多我之前有教過我嘅前輩同埋好力撐嘅前輩，好多謝你哋嚟睇，多謝你哋。首先同大家打個招呼先，大家好，我係演員顏卓靈，好高興可以喺呢度同大家見面。多謝你哋入場支持我哋嘅作品《幸運角》啦。咁呢一套戲係我哋當時係22年拍攝嘅，咁都有相對一段時間啦。而當時我記得我嗰陣時係因為嗰陣時仲係疫情，咁係即係為咗呢一個作品就隔離去咗呢一度。都有少少唔容易嘅，但係都好開心可以遇到一個好自由嘅一個團隊。咁其實 crew 同我哋即係同婷婷導演啊，同我啊，同子墨啊，可能年紀真係相若嘅，咁所以我哋全部都成為咗嫲嫲嘅孫仔孫女，去喺幸運角度過咗一段好溫暖嘅回憶嘅時光咯。係可能比起我唔知咧，即係而家諗就係即係比起可能我想分享啲咩都會，或者睇下稍後嘅咩時間可以聽下大家有冇啲咩分享，或者有啲咩問題問我哋。我又講啦，其實咧我已經好大年紀咯，80幾歲係咪？我唔係一個專業演員嚟㗎，我咧就係賣廚師嚟嘅。咁我退咗休之後咧，咁啱得咁巧，婷婷又揾到我話有一套咁嘅片，有關三代人之間嘅溝通啊，裏邊一個好真實嘅故事，問我願唔願意啊咁，我話梗係願意啦，我又會嘗試好大膽咁樣應承咗咯。咁喺呢套片裏邊咧，咁溫馨嘅情節，同埋咁曲折少少曲折咧嘅內容咧，我就覺得亦都係一個感受到家庭嘅溫暖係比一切都重要嘅。喺家庭裏邊咧，其實係冇乜所謂道理唔道理，講好多嘅真理係唔需要嘅。我哋充滿住一個愛心，係一種真實嘅表現。咁我哋就會充滿住呢個幸福感。咁我亦都好希望咧，大家走進呢個睇呢套幸運角咧，帶嚟咗俾大家嘅幸福、快樂，家庭裏邊融洽咁樣過一個好美滿嘅新年啊！乜嘢咁？因為我都唔係好識講嘢，好多謝大家。特別從台灣過來給我們通聯，感謝你。大家好，我係演員蕭子墨，然後 yes，然後這是我第一次帶
自己有參演的電影來到香港，跟大家見面，希望大家會喜歡這部電影，謝謝大家。係確實一開頭嘅時候係有諗過，我要揾一個實力派，即由大家都知道嘅一個嫲嫲嘅角色，因為我覺得佢好重要。咁所以我哋因為同埋我哋個劇本本身係寫咗係嫲嫲係中風好嚴重啊咁樣，即係我哋都試過將 drama 同埋我學翻嚟嘅嗰一套成套荷里活嘅方式放入去將佢變成劇本。咁但係喺個過程當中就好似不斷有人話俾我聽，其實你可以唔需要咁樣。我覺得都似係奧利喺呢個城市入面，特別係其實因為嚟咗香港咧，所有嘢都好快。即真係坐喺度飲杯水都好難，但係澳門咧，我嘅生活係相對地慢啦，同埋其實都會感覺到原來佢只係叫我要再誠實啲，你即係可以唔需要咁 drama。咁呢三位演員係我覺得佢哋好 open 好 charm， 同時間喺即係我哋拍戲嘅過程當中，佢哋係會不斷去問好多問題。因為我其實都幾欣賞舞台嘅表演方式嘅，即係都會好希望啲演員係可以體驗嘅角色當中，佢可以自己都發光，佢內裏嘅嗰種好靈動嘅嘢都可以呈現到出嚟。咁好似我寫咗好多好 drama 嘅戲，其實都拍咗出嚟嘅，咁但係就發現反而係一啲其實我想講話入面有好多台詞，其實都係演員佢哋自己發揮嘅。喺個過程當中，佢哋因為已經進入咗嗰個狀態，佢哋去生活，咁我哋就將佢捕捉落嚟。咁你話究竟係因為啲乜嘢原則去揀選呢啲演員？我倒翻轉過嚟，覺得係你哋又係揀選咗，因為我覺得好導演其實只係你揀啱人就已經所有嘢都解決。到咗一定嘅年齡咧，佢一定係希望佢嘅細路仔跟住佢自己本身，但係你要諗到佢哋嘅前途係必定要佢自己嘅生活同埋佢理想都要達到。咁大家之間咧要有一個溝通，我點樣去保健？做好我自己，80幾能夠行得走得，仲可以做下嘢啦咁樣，咁佢哋就會活得開心。所以我亦都希望每一個老人家，即係用我自己嘅心聲下，保證我哋嘅健康長啲，有效嘅生命長啲，短冇效嘅生命短啲冇所謂。我就覺得係喺有效嘅生命裏邊，盡量去愛惜我哋嘅下一代，盡量將我哋自己健康啲，令佢哋能夠放心去做佢哋自己理想嘅嘢。呢個我拍呢套電影咧就有呢一個心得。咁一直以嚟我都係盤住呢個咁樣嚟對待我家庭，我覺得咁樣幸福嘅。而家都知你追工人啦，都成個客啦。